唔知你而家係咪同我一樣，正處於作戰狀態？可能你已經為你嘅計劃努力咗好一段時間，係時候要出發啦。請你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專心一意，可能過程當中會有好多嘅誘惑啦，有好多其他嘅可能性啦，令到你會覺得，哎呀，不如都係唔好做呢樣嘢先啊，搞其他嘢先啊咁樣。但係媽咪塔羅就係想你哋專心一意咁樣去做。係啦，如果太多嘢同一時間發生，或者頭腦太多嘅計劃、太多嘅想法呢，最終反而會令到你忘記咗你嘅初心，然後你會覺得好攰，好冇？所以今日媽咪塔羅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已經有一個計劃，正在努力進行當中，請你專心一意咁樣去做，千祈唔好分心，唔好令自己跌入去呢一個變成麻木、悶同埋冇晒心機嘅狀態，好冇？今晚我有全新嘅節目，期待你哋嚟支持我。我個新節目叫做超級爽身粉。今日會有第一位嘉賓嚟同我傾偈嘅，佢係邊個呢？今晚8點半入嚟我嘅 YouTube channel 支持我。